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最近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渐乱，防疫的工作都要好好来敲切一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就是敲切的敲，这里敲都有调整煞位的意思，像咱讲椅仔小敲一下。另外骨头万不离去拽到，你咧古早就会请拳头师小敲一下，叫做敲骨。嘛有讨论，也有参详的意思，像讲大家敢敲好势啊？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到头一个就是敲线，这个意思就是搬线，甲物件线叮当，像讲甲桌啊椅啊来敲线位。第二个词敲切，这个意思就是参详打合，计划要安怎来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公足够欠算，为着要敲线大厅的桌啊，要线位倒一边，都爱含算命先的豆豆来敲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桥提供予大家参考。